正當佛波向渣達金斯道謝時，加利列奧出嚟指控吳蓋係被滅羅所殺，不過在場冇人相信，甚至要打發佢走。龜吉叫渣達金斯 show off 佢嘅實力，加利列奧意於第3、4期展示實力。阿海及滅羅千辛萬苦先搞掂佢，不過渣達金斯3兩下手勢就搞掂佢，可見渣達金斯實力強勁。係加利列奧之上。龜吉同渣達金斯離開佛波住宅後，臭油鼠走去問龜吉：你哋嚟日本有其他目的吧？然後龜吉攞張信尾照片俾臭油鼠睇，問有冇見過呢個女仔。臭油鼠驚訝係信尾，並追問呢位女仔係咩人。臭油鼠猶豫出唔出賣佛波投靠另一碼頭之際，被滅羅嗌臭油鼠行未。滅羅同渣達金斯互望後就半自言自語問隻癲狗想點，可見滅羅對渣達金斯唔順眼。其實臭油鼠同龜吉對話中得知順尾真正身份，不過第6期先曝光，所以順尾真正身份留待講第6期再分享。另外，臭油鼠高中時期係膽小人物，成日俾人蝦。有一次滅羅救咗佢，就拜滅羅為大佬。阿海笑臭油鼠行為如臭油鼠死前爛打，成日跟住佢哋兩個，所以滅羅俾佢個花名叫臭油鼠。臭油鼠成日好想同滅羅一齊，但成日妒忌阿海同滅羅好 friend。自從跟滅羅入咗烏龍後，越來越有自信，甚至變到越來越自大狂妄。應該話內心深處邪惡性格慢慢打開。子田睇報紙，一邊向田瑞實講：尋日冇一份報紙講機場職員被殺，可見大祭司影響力甚大。雖然如此，但嚇唔到田瑞實，反而讓佢想繼續追查落去。渣達金斯及龜吉踩入新宿進行消滅 Hans 計劃，見到 Hans 其中成員阿七一言不發下徒手一嘢將阿七片成2截，另一同伴阿伯見勢不對，立即奔跑。渣達金斯追住阿伯，阿伯放煙霧彈先能夠避開渣達金斯嘅追殺。阿伯立即告知阿岩係烏龍殺阿七，阿岩獲得老婆威武批准，就帶一班 Hans 成員到池袋向烏龍復場。阿海同哈西姆及田宮喺拉麵店食麵時，見到 Love 塗鴉家，請 Love 幫手設計 Saru 派對海報。順帶一提， Love 係井上三太另一本作品 Tokyo Graffiti 中男主角，講述 Love 嘅愛情故事，不過出咗2期冇再出。此外，田宮喺阿海屋企用電腦幫手設計海報。新宿 Hans 踩入池袋，烏龍被砸，滅羅得悉後同阿岩對打。呢幾頁好奇怪，阿岩揸住武士刀從裝甲車跳落嚟，變咗把軍刀，突然又變咗武士刀。然後對打場面又變咗軍刀，作者搞乜鬼呢？阿海瞓下醒咗，問田宮咁夜仲唔瞓？田宮話寫緊電郵，不過阿海啱啱醒，冇留意田宮竟然傳電郵俾臭油鼠。對打中睇落滅羅贏面較大，甚至喺電梯口將阿岩踢落去。然後滅羅追落去，不過最後阿岩反敗為勝。正當滅羅處於劣勢時，渣達金斯從高空飛落去，一嘢踩落阿岩塊面。雖然阿岩面部受到重擊，
都立即立起把軍刀插落渣達金斯。渣達金斯雙手內含金屬，刀都插唔入。阿岩見把刀斷咗就呆咗。渣達金斯一手揸住阿岩嘅鼻哥，就咁將阿岩掉過去鋪頭閘門，然後阿岩狂流鼻血。阿岩跌出老婆俾佢嘅草莓大福餅，諗起老婆，於是撤退。雖然渣達金斯救咗滅羅，但滅羅唔領情，而龜吉唔放在眼內，仲教訓滅羅。旁邊食花生嘅臭鼬鼠得戚戚，認為自己時代來臨，並計劃搗亂沙魯派對。幾日後，沙魯正式喺 Club Jenna 開派對。呢間 Club Jenna 其實喺東京部族一出現過，係沙魯聚腳地，算係作者向自己致敬吧。哈西冇問阿海田宮去咗邊，阿海話佢出咗去買寶礦力，其實田宮係去跟蹤大吽謝夫，並將謝夫照片傳俾臭鼬鼠，等臭鼬鼠向龜吉發柯打要懟冧謝夫。同一時間，臭鼬鼠同滅羅督緊波，滅羅不停同佢說教，但田宮傳咗照片後，臭鼬鼠個心飛咗去搗亂沙烏計劃。滅羅問臭鼬鼠係咪有女仔揾佢，臭鼬鼠支吾以對，並暗暗將照片傳俾龜吉，引起滅羅懷疑。田宮完成任務後就去自動售賣機買寶礦力，佢回想遇到 OK 嘅時候，並內疚自己出賣沙魯。田宮返去 club 時遇到 OK， 兩個人傾談一回，哈西姆就唔抵得嘅心情下偷偷望住佢哋。謝夫單人匹馬去池袋，捷卡自魯要求一起到池袋。謝夫本來話唔需要，驚佢哋衝動搞事，不過捷卡自魯嗌多兩嗌謝夫勉強俾佢哋跟住。滅羅瞓覺時發夢，夢見泰拿攞住個頭行埋去滅羅，叫佢將個頭攞返上去，嚇到滅羅醒咗。同一時間電話響起，烏龍手下叫滅羅落樓下同謝夫會面。謝夫教訓滅羅要停止戰爭，責怪滅羅殺咗沙魯嘅精神領袖泰拿。滅羅開始有點兒內疚。呢個時候喺高處出現嘅渣達金斯突然襲擊謝夫。